这是粉红下午茶哦。好粉哦！蛮用。甜点是真侪女性朋友无法度抵抗的食物之一，尤其粉红色，更是查某囡仔上爱涉水。加上造型古锥，送上到了后，第一件代志一定是先翕相。那我拿这个，对。响应粉红10月，国际年颜红地月，台南远东香格里拉饭店携手女性杂志《美丽佳人》，共同关心女性健康议题，提供爱食美食的朋友一个享受美食，还会当做公益选择。就觉得很好吃啊，而且我觉得每个甜点都很梦幻，这女生最爱的。然后现在不是他们有配合那个就是做公益的活动，我觉得这样子吃起来更有意义。它的甜点都做的恰到好处，就是不会太酸，也不会太甜，然后也都很顺口。那我觉得如果跟亲朋好友一起吃下午茶，然后还可以做公益的话，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。来这边可以有咸甜的搭配，我觉得蛮好，因为我本身不喜欢吃太甜的，他们咸点也做得非常好。响应即将到来的粉红10月国际乳癌防治月，台南远东香格里拉此次特别与时尚杂志《美丽佳人》合作推出粉红下午茶，那是由我们的饭店西点主厨徐玉兴所设计而成，以温柔坚毅的粉红色作为茶点主题，更别上了活动标志粉红丝带。那期间呢，每售出一组，饭店将会捐赠其净利的10%给台湾癌症临床研究发展基金会。粉红下午茶内容包含9道甜点甲咸点，是由国内外这种无数的饭店西点主厨许玉兴所设计，不但美味，而且佫具有独特风格。我们运用了很多它是粉色系的食材，例如说有水蜜桃，然后太莓、覆盆子、草莓，还有用世界第4种巧克力 Ruby 巧克力下去设计这套甜点，所以它的外观跟它的口味都是相当粉嫩的。现在来到台南香格里拉饭店1楼大厅，就当享用到这套粉红下午茶餐点，而且饭店还会替你捐出用餐金额10%，予台湾癌症临床研究发展基金会，一同关心女性的健康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